大家好，聽晚係禮拜三，亦係愚人節。聽日嘅夜晚可以講係愚人節賽馬，對 Richard 嚟講十分應景，因為 Richard 啦，即係自認蠢蠢地啊！呢個冇人同我爭嘅，蠢得嚟點樣蠢法咧？就係以賠率為主導去揀馬，已經蠢蠢地啦，係咪啊？蠢上加蠢就係以隔夜賠率為標準喎，買定先喎，咁啊真係蠢上加蠢。所以 Richard 認咗蠢，第二，我係第二個蠢啦。咁應該係冇人認第一嘅。但係雖然係蠢，但係我都會咁做，因為我有一個仲蠢嘅諗法，就係我要向難度挑戰。咁聽日咧，好啦，講翻真飛貼士啦。聽日咧，我又想向第一場埋手，係5班1200米。咁樣第一場，聽日第一場開跑時間就係6:45分，6:89。呢一場 Richard 做唔到賠率預期，因為有一位小妹啊，初試提升啊，咁啊 Richard 唔知道佢個叫座力，亦都唔知道大眾對佢嘅期望，咁樣點解做預期啫？點樣做預期啊？係咪啊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話就不如唔做預期啦。咁啊，可以做啲冷熱嘅，即係推測嘅，即係邊匹馬會冷，邊匹馬會熱。首先係邊匹馬會大熱門咧，就係我咧初係咁諗㗎。初係咁諗，潘一哥騎邊一匹馬就係大熱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相信潘一哥嘅眼光同埋騎功，佢揀嘅馬應該係機會好高嘅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就認為佢騎邊一匹馬就係大熱。咁今一次佢騎銳一。咁啊，銳一真係大熱門喎，但係熱得咧就係過分咗。雖然我係冇做賠率預期啫，但係佢熱得係過分㗎。係時間呢個時間係6:02分。咁個銳一3號咧就係2.8喎，獨贏，係咪即係過分咗啊？係匹馬不脱三甲，因為佢出過一次，一次就跑咗，一次又跑到第二俾大家彈。咁啊，今次又出同程，咁好多人憧憬嘅，何況加埋潘一哥揀，就應該係大熱門，不過就熱得滯。咁啊，2.8真係熱得滯。咁咧第二匹熱門嘅咧，亦都係。即係我預期有3匹大熱門嘅，即係三大熱門，就係9號同埋10號，仲有9號同10號。9號東方寶寶就係由小師妹袁幸耀騎，初試提升啊！佢而家咧就係5.4，位置係1.9，我認為都係熱得過分，真係嘅熱得過分。咁咧10號南區王潘明輝騎，咦？哇，13倍喎！呢個時間係6:03分，13倍，咁啊冷得滯喎，感覺上，因為南區王唔嘢少㗎。喺同程嚟講，佢有頭馬紀錄，又有3次跑第2，有4次落底，即係話。佢嘅上名率係50%啊，係啊，50%應該係相當高嘅上名率。但係今一次話13倍唔似樣啦，係咪啊？好 ，Richard 再睇，有一匹馬係有好明顯嘅賠率異動，就係爆熱12號。爆熱我預期佢10幾20倍嘅。係，我唔做預期啊嘛，係嘛？不過我感覺啫嘛，我感覺到佢而家係好熱，真係爆熱。
就6.4。咁我買啲咩咧？最好就係咩啦？鐵角維治 Q 啦，因為連贏位嘅風險都好大啊。因為我又唔要東方寶寶，又唔要南區旺，又唔要銳一，銳一冇理由要嘅2.8，係咪講笑咩？咁啊，所以咧就買維治 Q 算啦。咁啊，仲有2匹要揀，就係降班嘅巴閉佬啦。因為巴閉佬而家13倍，我認為佢係恰如其分嘅，恰如其分我就揀㗎啦。仲有銀量豪俠，而家又係13倍，6號，咁應該差唔多㗎啦。因為銳一即係吸飛吸得好緊要，東方寶寶都係，哇！呢2匹啊，真係吸咗好多，唔係注意力啊，而係投注額啊。咁啊，佢哋吸咗啲投注額去，咁樣銀量豪俠13倍都恰如其分啦。咁樣就呢3匹啦，係就係 Richard 揀咗啦。珍飛貼士係1號巴閉佬、6號銀量豪俠同埋12號爆熱。好啦，多謝晒，多謝支持，祝大家好運！